现在无法超越台湾之宝也正在快要的内容，热情，然后再从小学对吗？变成伤了，对啊，不是这样。干了，有啊，干什么？我大，怎么体验？我都没看到。对啊，我是这样。在那里，那个意思，桌子底下都是假，有看到吗？这个什么东西？这个别管。哦，没事没事。对呀，这个对呀。你拿那个月历纸给他踏实啊！你桌上的那个月历纸你给他拿起来，然后都是很会讲。这两个看这个的。那边可能都是平时呀，那个过年期间的，可能啊，就当去。